师傅，青云派白泽，你小子如此嚣张，是欺我南宫世家无人吗？贺长老，南宫郡为了向鬼郎君献祭新娘，不惜残害无辜少女。我身为青云派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管？你莫不是还想包庇他？放肆！无凭无据，全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我家俊儿不可能和鬼郎君沆瀣一气。他为了献祭鬼新娘，不惜摇动招魂灵控制村民。但凡摇动招魂灵者，邪气入肺，肺腑间不正之气横走。若要验证此事，将他带来，一验便知。南宫兄，看来此事的确是……你青云派弟子对我南宫家独子下此狠手，害得我儿瘫痪在床，此事如何解决？竟有此事！师父，弟子行事但求无愧于心，此事弟子不悔，但连累青云派是弟子考虑不周，求师父责罚。青云派大弟子白泽，目无尊长，滥用私刑，现惩戒3鞭，半月之内捉拿鬼郎君，将功赎罪。是。南宫兄啊，你看可好？走。子哥哥，你再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很痛吧？师父需要给贺前辈一个交代，只是看着眼中罢了。这伤口不过是皮外伤，不碍事。怎么还哭了？白泽哥哥，对不起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根本就不用受这些苦。行侠仗义本就是我青云山弟子该做的事情，是你把我想得太好了。不，你是这世上对清欢最好的人。白掌门让你去对付鬼郎君，带上我吧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行，你不会武功，太危险了。你安心在青云山等我回来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抓住鬼郎君的。花轿，怎么还有人给鬼郎君送新娘？姑娘，白泽哥哥，清欢，不要命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怕，有你在呢。鬼郎君凶残，这不是儿戏。我现在带你离开，走。我就是因为这里危险，才偷偷跑下山来找你。我听村民说，鬼郎君没看到新娘是不会现身的，所以我帮你假扮成新娘，好引诱她出来。鬼郎君，走。
鬼郎君，可算让我找到你了。跟紧我。走。这边。不对，怎么了？这个地方有古怪，难道这里就是鬼谷镇？这鬼郎君精通五行八卦之术，传闻这鬼谷镇四通八达，危机重重。方才我们贸然闯进来，怕是此时已然中了他的圈套。白泽哥哥，我可以算出鬼谷镇生门位置，你信不信我？当真？伏龙以西，群峰乱峙，丝布罗列，如平沙万木。这鬼谷镇有点意思。这五行之术博杂难懂，我都尚且未能参透，你如何得知？我爹以前经常研究这些，他经常教我摆阵布阵，听多了自然也就懂了。原来如此。白子哥哥，跟着我。转坤位，这边。转前位，这边。左这边。坎位。太子哥哥，前方就是生门。太子哥哥，我们出了鬼谷镇了。无名小辈居然能走出我的鬼谷镇，有点意思。对付你，无名小辈够了。太子哥哥，卡位转坤位。臭小子，没想到挺厉害的。我与你同归于尽。秦欢，秦欢。